Hello， 大家好，我係普利老師，歡迎嚟到一番萬事屋。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下香港人實際上經歷緊啲乜嘢事。睇下呢個世界先。根據2022年嘅世界不平等報告，全球最富有嘅10% 人口實際上掌握咗76% 嘅財富，而1% 嘅人口就掌握咗全球45% 嘅財富。最貧窮嘅50% 則僅僅擁有2% 嘅財富。樂施會表示，全球10大富豪每日平均嘅財富增加近1億美元，即使損失99% 嘅財富，仍然屬於億萬富豪之列。而接近一半嘅地球人每日只有唔到7美金嘅收入。我哋嘅世界究竟發生緊啲咩事？香港人，而家係時候醒啦，唔使咁驚，等我溫馨提示你，今日究竟發生緊啲乜嘢，點解會咁樣，而我哋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啦。首先，我哋會講下社會嘅唔公平。社會嘅唔公平其實由小朋友就已經開始，譬如話有米嘅學生因為有米就可以讀私立學校或者國際學校，享受優質嘅教育同埋補習。而窮嘅學生只能夠進入公立嘅學校，甚至因為買唔起器材而落後進度。基層嘅家庭冇辦法負擔電子設備，譬如電腦或者 WiFi， 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好多學生因為缺乏網絡而無法參加 online course， 即係網上嘅課堂。由於教育嘅資源係咁唔平等，學生嘅學業表現差距擴大。窮嘅學生更加難進入大學或者係高薪嘅行業，形成貧富越嚟越懸殊。而對於成年嘅年輕人，我哋就要面對房屋嘅問題同埋職場嘅唔平等。香港嘅樓價係出名嘅全球最貴，一個中等收入嘅家庭需要不吃不喝都要差唔多19年先可以買到一層樓。由於好多香港人都難以負擔一個寬敞嘅單位，造成好多人只可以住喺劏房，甚至係棺材房。咁究竟點解香港嘅樓咁貴呢？其實好大嘅因素係因為土地壟斷。由於香港嘅土地供應由政府控制，用高價賣俾地產開發商，咁會導致房地產市場集中喺少數嘅大型地產商手中，造成房價高企嘅局面。例如新鴻基地產、長江實業等等少數嘅幾家企業掌控咗香港嘅大量土地資源，而因為樓價貴、鋪租貴，最後造成百物騰貴。所以香港一直係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嘅城市之一。面對房貸、學費同埋醫療費用嘅壓力，即使係中產階層都冇辦法儲到錢。好多家庭入邊，父母需要2個人同時工作，導致教育同埋生活嘅質量都會下降。另一方面，因為香港經濟以金融、地產同埋服務業為主，呢啲行業主要令到富有嘅階層得益，而基層嘅市民，譬如從事零售、餐飲、清潔等等嘅工作，佢哋嘅普遍人工偏低，並且增幅緩慢。貧者越貧，富者越富，階層上升通道又閉塞，導致咗躺平同埋移民嘅現象。而除咗學生同埋成年人，香港嘅老人家亦都面臨住好多嘅問題。2022年嘅一個研究顯示，65歲以上嘅長者幾乎有一半都有貧困嘅問題。由於香港嘅長者主要依靠強積金同埋存款過活，香港又冇退休金嘅制度，但係香港生活成本好高，強積金同埋存款好快就使完啦，最後只能夠靠政府微薄嘅福利接濟。喺香港嘅街頭，你可以見到有好多長者靠拾荒為生，平均月收入大概只有700至1000港元，
甚至唔足夠支付基本嘅生活費用。收入低加上高消費水平，令到大概20%嘅基層長者只能夠住喺劏房或者公屋，居住條件惡劣，部分人甚至冇獨立嘅廚房或者廁所，缺乏生存嘅尊嚴。而呢啲原因就係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唔適宜人類居住嘅地方嘅重點所在。所以接住落嚟，我會講下，如果好不幸咁，我生喺一個好貧窮嘅香港家庭，係一個窮 L， 除咗逃避現實，喺網上面放負同埋圍爐取暖，我可以點做先能夠好好咁喺呢片土地生存落去呢？首先，從細開始，我哋就要好好計劃我哋嘅人生，因為香港提供12年嘅免費教育，我從小就應該努力取得好成績，開拓升學同埋就業嘅可能性。返學嘅時候，我會申請書簿津貼同埋車船津貼，減輕家庭嘅負擔。我會利用學校嘅免費補習，同埋尋求社區中心提供嘅學業輔導。如果叻嘅話，由 DSE 就可以考到入大學啦。如果成績冇咁理想，即係可以選擇職業訓練，譬如 VTC 或者 Ivy， 學習一技之長，呢個都係十分重要嘅。喺我嘅一生入邊，如果冇錢，咁就唔好成日睇 social media， 打機浪費時間，因為時間就係我嘅最寶貴資源。我會從細培養閱讀嘅興趣，並且善用免費嘅學習平台，比如 YouTube、Coursera 同埋 EDX， 學習電腦編程、語言、設計等等有市場需求嘅技能。我亦都可能需要學習普通話同埋英文，提升溝通能力，增加未來工作嘅機會。因為除咗呢啲 hard skills， 發展 soft skills 都好重要，比如話美學品味、溝通能力、時間管理能力、理財能力、良好嘅品格等等。因為無論有錢定冇錢，一個人都應該終身學習。只有學識呢啲生存上需要嘅知識，我先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擁有更加好嘅生活，更加豁達嘅心境，先唔會被低級嘅苦困住自己一生。喺學生嘅時期，我就應該多啲做兼職或者係 intern 實習，累積社會經驗。而呢樣嘢都係有錢人會叫啲細路去做嘅嘢，因為喺呢個世界，社會經驗有時候比金錢更加值錢，保持競爭力係十分之重要嘅。可能嘅話，踏入社會之後，我會將至少收入嘅1成儲喺銀行存款度，避免自己過度消費，尤其是係電子產品同埋不必要嘅奢侈品。同時，健康管理都十分重要。政府醫療有便宜嘅醫療服務，成年人就應該定期做身體檢查。同時間，我會做適量嘅運動，例如跑步、打羽毛球等等，並且保持規律嘅作息同埋健康嘅飲食。可以嘅話，我會學一啲心理學嘅知識，保持心理健康同埋堅強，對於建立一個健全嘅人格有好大嘅幫助。另一方面，人際關係都係十分重要，參加社區活動、職業發展講座等等，能夠令我結識到唔同背景嘅人，為未來帶嚟更多機會。有能力嘅話，我平時都會多啲主動幫助其他人，因為咁樣可以令我結識到更加多真心嘅朋友，建立互助嘅支持網絡。而喺理財方面，除咗強積金之外，我會及早規劃退休生活，考慮低風險嘅儲蓄計劃同埋投資。喺我嘅童年，我就會利用多啲免費嘅資源，同埋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建立自己嘅自信心。到咗青少年時期，我會通過兼職同埋義工累積經驗，並且學習一項實用嘅技能，比如話學普通話、學英文或者寫 program。到咗20歲，我會開始揾穩定嘅工作，並且開始儲蓄。如果有機會嘅話，我會報讀夜校，提升自己嘅學歷。到咗30歲開始，
我就會尋求升職或者轉行嘅機會，並且投資健康同埋人際關係。到咗50歲以後，我會慢慢減少我嘅工作量，專注於退休嘅儲蓄同埋健康管理，享受自己嘅生活。最後，當然唔好唔記得，我哋應該關心多啲社會議題，喺網上面理性同埋保持尊重咁樣去討論時事，對政府積極主張推進累進稅制、改良價高者得嘅土地政策，同埋推行退休金制度，先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香港人嘅困境。記住 ，It's never too late。無論你係咩年紀，以前點樣過生活，開始永遠都唔會延遲。你可以今日就開始作出改變，慢慢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鋪設一段只屬於自己嘅更加美好同埋有意義嘅人生。喺香港生活雖然高壓，但係只要善用資源，努力學習，謹慎理財，你完全都可以喺呢個城市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並且平安度過8年嘅人生。重要嘅係保持積極心態，並且不斷尋求解決問題嘅方法。記住一句說話，辦法總比困難多。永遠唔好絕望，我哋就一定可以有光明嘅未來。Never waste my time, you all I want. Neither of us wanna be alone.